香港浸會大學前中醫教授科普專欄，會計師冷氣房坐出濕疹牛皮癬。每天坐在冷氣房，對着密密麻麻數字的36歲會計師劉小姐，這2年過得特別煎熬。她的雙下肢慢性濕疹與牛皮癬反覆發作，不但掉下大片白皮屑，更形成一塊塊像牛皮一樣的硬塊。到了晚上更是夜癢明顯，令她難以入睡，身心快要崩潰。擁有超過33年臨床經驗的香港浸會大學前中醫教授指出，從現代生理病理的角度來看，此類慢性皮膚炎症是由於免疫系統失調，導致皮膚屏障受損，內源慢性發炎，外源反覆感染，刺激角質細胞過度增生，因而形成厚硬的皮損。在中醫病理上，教授解釋這源於長期處於冷氣環境至體內，寒中聚濕，濕邪內蘊，久鬱化熱，阻滯氣血運行。我們的教授採用內外兼治的特色療法。A. 內服中藥主要如苦參、黃柏、金銀花等清熱解毒、利濕消腫。B. 同時也注意應用中藥調理患者神志、情緒等因素。C. 再配合同步塗抹我們獨家研發的黃金皮損止癢油來溫和滋潤、軟化皮損。A、B、C 三者相輔相成，僅2星期，劉小姐的夜癢已明顯減輕，晚上能安穩入睡，白屑減少，牛皮一樣的硬塊也漸漸軟化，皮膚穩定向好。面對皮膚問題切勿拖延，如有查詢請 WhatsApp 或致電98484675。